嗱，我係住喺泰國噶啦，一年四季都咁熱嘅，咁尤其是食咁多濃味同埋刺激嘅嘢啦，咁好容易引起女性嘅感染絲襪問題啊！咁其實香港天氣咁潮濕咧，都一樣啊，好容易引起呢個問題啦，好似尿道炎啦同埋陰道炎啦，咁會引起呢個痕癢、灼熱、分泌物過多，亦都有異味嘅問題啊！咁我有聽醫生講過啦，如果感染過一次，一年內再翻發嘅機率咧有6至7成添啊！嗱，好似我都試過去啲偏僻地方啦，要搭呢個長途車，又驚揾唔到洗手間喎，咁就忍住全日都唔飲水啦，咁最尾又點啊？就係搞到絲襪處唔舒服啦，就要睇醫生去食個抗生素。咁當然啦，都唔想咁樣成日食住西藥噶嘛。嗱，咁最近咧就試咗呢個 Free Meepo 嘅產品啦。咁呢隻咧係長效嘅正本膠囊，係有3合1嘅功能啊，可以保護絲襪啦、泌尿同埋膀胱嘅健康，咁解決頻急滲嘅問題。只係需要1日咧就可以抑制大腸桿菌啦、白色念珠菌啦、絲襪處嘅細菌增長。連續服用24星期嘅話咧，感染率可以減少成89%㗎。Free Meepo 咧佢含有多種嘅專利成分，好似洛神花啦、4種絲襪嘅益生菌同埋菠蘿酵素，仲有一個專利嘅蔓越莓成分。經過實驗證明咧，可以抑制白色嘅念珠菌，效果係超越其他嘅品牌。佢採用3層嘅封裝技術去保護有效成分，唔會被胃酸去破壞，可以直達絲襪處添啊！佢係無添加啦、冇藥性、冇副作用，可以安心食用。咁我食咗佢咧，真係個人輕鬆咗好多啦，分泌物咧都少咗，好乾爽舒服啦。去旅行亦都冇晒壓力㗎，唔驚會復發。如果真係經常有絲襪處不適嘅朋友咧，真係復發嗰陣即時食4粒，情況係可以即時改善添。另外佢仲有呢一款益菌舒緩噴霧，都出咗好多年㗎啦，好多朋友仔都有用過。一噴咧即時急救絲襪處，仲可以抑制咧99.9% 嘅絲襪細菌添。佢係好清新嘅花香味啦，當中咧有一個白茶花嘅淨味因子，可以去除呢個異味，仲有美白、保濕、緊緻成分，可以改善絲襪處嘅暗沉啦、黑色素同埋乾燥敏感嘅皮膚問題。噴上皮膚咧，仲有少少涼涼地啦，好舒服，可以即時舒緩痕癢。如果 period 嚟嗰陣咧，可以噴喺個衛生棉上面啦，咁有效預防細菌嘅感染。咁而家嚟 period 咧，都真係舒服咗、乾爽咗好多啦，唔會焗住。細支咧亦都好方便啊！我習慣咧係擺喺手袋，可以隨時隨地攞嚟用。所以要有效保護好絲襪處咧，就有呢2個好幫手啦。內服外用，治標治本，效果咧就最好啦。Free Meepo 喺萬寧門市同埋網站咧有得賣嘅。